你们呢？巴布隆安，你们要练习唱这首歌，因为我们要献这首歌。啊，那天都要穿背心哈。我一直在想要去找那个一样的衣服，可是因为我这个礼拜很忙，所以我找不到那个可以帮我借的。那我们下一次再表现，我们穿我们的上帝衣服背心就好了啊。耶稣你是宝贵。Gimana Pak Bulungan? Nu kamu nama sebenarnya dan tahu tadi nggak usah ada nungan，也要跟着动哦，不要上去就是摆姿势而已哦。预备，来。你是宝贵，你对我真宝贵，你流宝血洗净我，你爱使我自由，我只想天天来赞美你，我只想要彰显你的名，主啊，我爱你，我要更爱你，我只想一生来侍奉你，我只想要荣耀你的名，主啊，我爱你，我要更爱你。好，sebenarnya Tina dan nama Sunasi， 然后ini kan nama Subaru。好，我们唱那个比较轻快的，而且又在一起来，我们来起来。我们又在一起，拍手哈，让那个。